大家好，我係 Ruby， 好開心你嚟到呢段冥想，一齊同中秋超級豐收月嘅能量連結。滿月本身已經象徵圓滿同祝福，而超級滿月嘅光會將呢份能量加倍放大。等我哋一齊慢慢咁打開自己，接收宇宙送俾我哋嘅一份特別禮物。而家請揾一個舒服嘅位置，坐低或者瞓低，慢慢合埋眼，將心安靜落嚟，開始專注呼吸。深深吸一口氣，吸入咗清新同光嘅能量。慢慢呼氣，將你心入邊嘅緊張同壓力一步一步釋放出去。再一次吸氣，感受身體每一個毛孔同細胞打開，俾光同能量自然流入你全身，帶嚟深深嘅寧靜。呼氣，將疲倦同不安全部交俾大地。而家留意你身體嘅變化，頭頂慢慢放鬆，眉心鬆開，膊頭完全放鬆，呼吸變得更加平穩，雙腳伸出樹根，穩穩咁抓實大地，感受到安全同支持。你而家已經被光同愛圍繞住，而家慢慢將注意力帶到夜空，想象你正企喺一片寧靜嘅大地上，天空清澈，星星閃爍，微風吹過，頭頂出現一個又大又光嘅超級滿月，光芒好似瀑布咁由上而下灑落喺你身上。金白色嘅月光一層又一層滲入你嘅身體，洗走舊有嘅沉重，同時注入清晰、力量同希望。輕輕將隻手放喺心輪位置，感受你嘅心同月光同步跳動。你望住嘅月光就係同你身體融合嘅能量。而家俾自己完全沉醉喺月光之中，就好似被宇宙溫柔擁抱住。
家喺月光嘅照耀之下，心入邊慢慢浮現一個你最想實現嘅願望，可能係一個你想開始嘅新計劃，可能係你想培養嘅耐性或者勇氣，又或者係一個你期待已久嘅轉變。唔使心急，慢慢咁去感受呢個畫面，好似你已經親身經歷緊咁。感受嗰份真實同喜悅，感受當你實現咗之後，心入邊嗰份圓滿同平安。無論你喺心入邊想象，定係對住月亮默默講，宇宙都會聽到你，並且用最合適嘅方式回應你。而家想象金白色嘅月光同你全身每一個細胞慢慢融合，你嘅身體、心靈同靈魂都同滿月能量連結埋一齊，好似同宇宙跳同一個節奏。感受自己越嚟越完整，越嚟越安定。感受你已經同月光同宇宙嘅節奏融為一體嘅感覺。而家慢慢將注意力帶返去心輪，輕輕將手放喺心口，感受心跳嘅節奏，俾真誠嘅感恩自然浮現出嚟。我哋一齊感恩生命，感恩自己嘅堅持，感恩生命入邊重要嘅人，同埋感恩月亮同宇宙。
而家深深吸一口氣，帶入更多光同愛。慢慢呼氣，將感恩同平安擴散到你全身同你周圍嘅空間。最後再深深吸一口氣，將呢份祝福同圓滿好好留喺心入邊。慢慢喐下手指同埋腳趾，將意識帶返到當下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慢慢張開眼睛。呢段冥想嚟到尾聲。記得你隨時都可以再返嚟，每一次同月亮能量連結，都會為你帶嚟新嘅啟示同支持。如果可以，未來7日，每日花少少時間重溫，就算只係幾分鐘，都會令你同能量保持共振，感受到更加穩定同深層嘅改變。每一份真誠嘅感恩，都會化成祝福返嚟你身邊。感恩你同我一齊經歷呢段旅程，祝願你嘅靈魂好似星星一樣閃耀，無論夜空有幾黑，你都可以成為自己同他人嘅指引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